快走！一起死！下辈子等你。除了符咒和亲密接触外，还需要特定的气。您二位在水气中互换，水火相异，所以在火中换回。皇后之前晕倒也是受到气的影响，加上巫药和酒的作用，气血不畅，所以昏迷不醒。气呀，原来如此。哎，你们是如何亲密接触的？是不是？不许胡说！嫂子害羞啦？谁害羞了？不过话说回来，嫂子还真是命大，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，居然被挂住没事。这也许就是亲密接触的力量吧。非得让母后给你找个老婆，管管你的嘴才行。嫂子饶命！过来！又恢复正常。我以后再也不乱说了。贵妃送点心一份儿。好吃。娘娘，这是今日需要您批示的。批奏折找皇上去，找本宫做甚？娘娘，这是后宫的事务，需要您盖封印的。什么？怎么了？这本就是你的事，朕替你做了这么久，还不行？你怎么来了？都换回来了，还往凤仪宫跑什么呀？妻子的住处，朕为什么不能来？怎么，才占了朕的便宜，这就想赖账？谁占谁便宜啊？你占朕的便宜，是你的身体先亲了朕的。又忘了，这些以后啊，是你的事了。你去给朕泡杯茶。还剩半杯，凑合喝。皇上怎么可能喝别人的剩茶？我真是不要命了。喝掉了。先前不还上蹿下跳的，怎么换回来就拘谨？那个男人的身体，做什么还是方便些。是吗？那你有没有拿朕的身体做什么奇怪的事？奇怪的事？